所謂年29洗碌柚，寓意去除霉氣、辟邪防病，迎接新嘅一年。但有人喺網上出 po， 話喺年29嘅下晝5點43分，喺深水埗食檔懷疑阻街，食環署人員勸喻清理垃圾之後爆發爭執，雙方仲發生肢體衝突。喺片入邊睇到分成2、3批嘅食環署人員，分別同一個白衫男士同埋赤裸上身嘅男士糾纏。只係見到食環人員不斷試圖咁樣制服白衣男士，雙方推撞拉扯嘅過程入邊，更加撞到路牌搖晃。而另一邊，赤膊嘅男士不斷試圖擺脫人員，但係最終就俾人員一左一右合力咁樣成功制服，場面混亂，更加引嚟唔少市民上前圍觀。而喺另一個鋪嘅片入邊都睇到一個赤裸上身有紋身嘅男士就仆咗喺地下度，一班網民睇完都紛紛留言，仲話留港消費刺激經濟，刺激市民就有。似打交多過用適當力度合法捉人，城管同市民真係打成一片啊！最終警員到場調停，20歲姓梁嘅男職員懷疑向食環署人員吐口水，30歲姓周嘅男職員同埋25歲姓莊嘅男職員就同食環人員糾纏，期間一個食環署人員更加俾姓莊嘅男士鏈頸，3個食檔職員涉嫌襲擊公職人員被捕。事件中有5個人受傷，包括頸同埋腳擦傷、頸痛同埋頭暈，以及遇到襲擊嘅3個食環署人員一同被送去明愛醫院治理。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大家又點睇呢件事呢？歡迎留言講下，鍾意條片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 繼續支持 Channel V 出更多嘅片啦！各位 Channel V 觀眾，如果你有遇到奇人奇事，請即 WhatsApp 84898873報俾我哋，用百零字講低咩事，有片有相嘅，不妨 send 多啲俾我哋，等我哋覆你嘅時候更加 easy。各位 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 ，Channel V 自開台以嚟承蒙厚愛，多謝大家一路支持。與眾不同嘅經歷造就我哋與眾不同嘅未來，有大家嘅支持，更加係我哋以民為先、堅持報道嘅動力。好多朋友都問點樣可以實質支持，今日話俾你聽 ，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4種唔同嘅計劃任君選擇，亦都可以自由定價支持我哋。詳情可以登入以上連結。Channel V 會繼續為民請命，抱打不平，記得登入連結，多謝各位支持。